ဆိုလိုက်ပါတယ်ဒီနေ့ Hey for lesson 5ရောက်ပြီပေါ့နော်တူလေးလာကြရအောင်ပေါ်အင်ပင်ရှီအန်ရှန် for a face for a face ရှင်းရှင်း face ရှင်းကြည်ရွယ်ကျွဲ的ကျွဲ的一翁用个翁公用公乐一恩练习习练习波一比赛赛比赛可无爱快的翁动心行幼儿园笨念多先说到而言非贬低非行贬迁觉得看啥的必须的用功做啥的练习理解的比赛现在的快念念动乐的行落来的远味道笨鸟生飞鸟妈妈有2个孩子那个里面嘛可怜鸟是的妹妹聪明你妈那个你妈那个年高的姐姐笨妈个年的他们一起学起飞行嘟嘟那样嘟嘟变单亲有定有在的妹妹觉得自己很聪明你妈那个嘟咕嘟年高的老弟的不用功学就啥比较没定有不姐姐很努力阿妈可就研究啥的每天都先起床练习你认为哎呀跟你一人差比如理解的10天以后谁在别人吗谁在别人那妈妈让他们比赛每个都给变开来的妹妹第一个飞你们离人家你们离人家们了很快就飞不动了微简单的月亮你有多么地步妈妈问姐姐你行吗？每个妈没的你要弄来啦姐姐说
姐姐阿妈个表嘞，我试试吧，只能三姐姐妹，它飞啊飞，对啊，变一变呢，很快飞远了，脸比较微有呀，微一变多嘞。妈妈问妹妹，阿米嘎，妈里有表嘞，你是什么学不学？姐姐你要不要阿妈是你没听有打咯？说一说这个表嘞，妈妈呢，小娃。你们班有很多同学，如果看嘛，但婆不老师嘞，1034个人话，东西里呀，现在36个，酷个就东西抄呀，有2个新同学，张阿丹婆阿丹那样写，他们从哪儿来？都是北嘎来嘞。他们都从中国来，都是你要说喽，得有比干你来嘞。他们的汉语怎么样？都是也汉语噶路嘞，好极了，一样讲的。以后呢，你多跟他们都是个嘞，一起练，一起就是个练习汉字个。第五家啦，好啊，第五家，好，我试试吧，怎么做啥子呢？